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4月16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70篇，以赛亚书50章第4节到第9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第1节到第3节，约翰福音13章21节到32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温顺。上帝予伊的仆人温顺，嘛照着人的温顺来呼召人来成做伊的仆人。真侪人有真期待对上帝来求讨这个温顺，还有一寡人真爱安尼真心善人，并且追求上帝的温顺。其实求温顺，或者是讲领受温顺，并无有啥物问题。即摆上大问题就是讲有温顺了要做啥物？以赛亚先知有讲到上帝教导伊，就爱应该讲的话，并且用爱话语这个来辅助亚善的人。这正是迄个受呼召主的仆人的工作，藉着所领受的温顺来互人得到利益。互上帝的名得到荣耀。哥林多前书12章第1节到第3节，保罗嘛提到着人的温顺。伊讲兄弟姊妹关系圣神的温顺，我爱恁了解。恁知恁要是以教导的时，出在人带恁去拜袂讲话的偶像，所以我爱恁了解。所有受上帝的神感动的人，无人会讲耶稣着受咒诅；若无受圣神感动，嘛无人会讲耶稣是主。圣神的温顺是要爱互人承认耶稣是主，是要爱互人来服侍主的。得到温顺的人，佫较袂当成做迄个敌基督违背上帝的人，那安尼所得到就毋是温顺啊！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受呼召来跟对伊，来服侍伊，并且受册献去传福音服侍人。但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中间，犹大却是互伊的温顺成做出卖耶稣的原因。约翰福音12章记载着耶稣基督伫门徒的中间真痛痛咧宣告讲：恁中间有人要出卖我。迄位出卖耶稣的门徒，伫迄中间是咧掌管经济的犹大。约翰福音形容伊讲，伊本来是一个贼。原本用来服侍主、管理门徒中间财务的温顺，这个人却因为贪心，互撒旦来甲伊迷惑，就出卖耶稣。当温顺来走样变款，人失去了警醒，就成做害人违背上帝的工具。这个就无搁再是称做温顺啊！基督徒，你甲我，咱都应该设置，互迄个温顺成做应神益人的工具，求主帮赞。诗篇70篇，上帝啊，求你拯救我，上主啊，求你紧来帮助我，愿少想要害我性命的人绕开见笑，愿爱我受陷害的人败退受凌辱，愿对我讲好你惨啊！遐个人因为见笑撤退，愿追求你的人拢因为你欢喜快乐，愿羡慕你拯救的人时常讲。着尊上帝最大，总是我困苦散赤。上帝啊，
求你赶紧来我这，你是我的帮赞，我的拯救。上主啊，求你毋通厌弃。恳求上帝帮助，阮伫圣周的中间，搁较警醒，搁较反省阮家己，将所领受到的恩赐，来诚做服侍人荣耀上帝的工具。求主帮助，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免。